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在，幾多歲？今年36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。想唔想去香港？我好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下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在，今年36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仔同埋一個女，我係拍拖拖。我之前做過係內容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注重歌手，好似正解、正腰、正頭、走出步伐做溝通。我學過點樣照顧內容嘅好似帶公公婆婆去廁所，幫姑姑婆婆換衫，幫姑姑婆婆處內容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，幫佢哋處內容，同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， 餵 BB 飲奶，幫 BB 處內容，幫 BB 換尿片。我中意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到啲錢，我一定會勤力勞心同埋聽話。希望先生太太請我做工，到即使喺香港見，拜拜。